下江陵，李白。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唐代著名詩人李白喺安史之亂中受到牽連，被判罪流放夜郎，即係而家嘅貴州。當佢去到巫山嘅時候，收到皇帝肅宗赦免嘅消息，當然好興奮咁，即刻就要翻去江陵啦。呢首詩就係寫佢歸途上面喺長江三峽所見啦。朝辭白帝彩雲間，李白清晨由位於白帝山上嘅白帝城出發，佢回頭望見彩雲環繞山峰，好心情，睇到嘅景色都特別靚嘅。千里江陵一日還，雖然千里咁遠，但係由於開心，覺得好快就到啦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詩人聽到河岸兩邊高山上嘅猿猴不停咁啼叫，好似喺度歡送佢咁。輕舟已過萬重山，佢坐嘅小船飛快咁駛過重疊嘅群山。全詩只係描寫景色，並冇直接寫佢開心愉快，但係讀嚟就俾人感受到詩人嘅興奮同埋喜悅啦。聽完詩詞共賞，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。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而家請再聽阿津文朗讀一次啦。下江陵，李白。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